Hello，大家好啊！我係博瑤口腔沙律個店毛醫生。今期咧，我哋傾一傾好多長者朋友都關心一個話題，就係長期缺失牙齒，牙槽骨又冇咗，可唔可以種牙？相信咧，好多身邊嘅朋友或者自己爸爸媽媽長期牙齒缺失，都想種翻隻牙齒，但係佢照完 X 光啦，醫生都話冇骨頭喎，種唔到喎，點算咧？今期可以講一講啊。首先咧，我哋種植牙咧，係將螺絲種到牙槽骨入邊去，咁樣咧好似種一棵樹咁樣，將樹種喺泥土入邊去。但係咧，有好多患者朋友咧喺後生嗰時，當然依家好多後生人都會牙槽骨缺失嘅。缺失牙齒之後咧，好多年之後咧，個骨頭會收縮，甚至有啲糖尿病或者牙周病嚴重嗰啲人咧，喺好後生嘅時，個牙槽骨都已經冇咗啦。牙齒都甩得七七八八㗎啦，咁樣嘅情況咧，成日又想種牙，點算咧？你去完牙科之後咧，醫生會建議你先照個 X 光，照完 X 光之後咧，醫生會喺 X 光上面個片上面去判斷呢個牙齒你骨頭缺失到咩程度。如果輕微缺失，可以達到種牙條件嘅情況下，醫生會建議佢種牙。有啲人話係中度缺失，又差少少，點算咧？咁樣醫生會建議大家去放牙骨粉。仲有一種情況咧，係咩情況咧？係牙槽骨嚴重缺失嘅。咩叫牙嚴重缺失呢？例如我哋下邊啦，我哋下顎呢個骨頭下邊呢，其實係一條神經線嘅。我哋種植牙種植體係唔可以種到牙嗰個神經線嘅地方，同埋上顎。上顎呢，雖然我哋眼腔入邊呢撳落呢，呢個係硬嘅，但呢個地方骨頭係好薄嘅，所以我哋上顎呢個骨頭呢，其實係比較短、比較薄。醫生呢會喺 X 光上面呢去判斷你個骨頭個情況。可唔可以達到呢個種牙嘅情況？如果嚴重缺失骨頭情況下咧，就唔建議大家去種牙啦。第一，風險比較大；第二咧，失敗機率都會大啲。又有啲朋友咧，佢做咗幾十年，用咗幾十年個活動牙，佢話醫生我唔想再用啲活動牙啊，成日甩，咁啊點算咧？醫生咧會喺你 X 光上面咧同你設計，睇下我哋牙槽骨上面同埋下面咧邊度骨頭條件比較多少少嘅情況下咧，喺嗰個地方可以種1至2粒甚至3粒釘，咁樣咧再嚟做活動牙就會比較穩陣啦，因為下邊有嘢可以支撐到啊嘛。所以咧大家咧又冇牙齒又想種牙情況咧，建議去牙科照完 X 光，聽專業醫生嘅建議。睇下你口腔入邊嘅骨頭可唔可以達到種牙嘅條件？如果達唔到種牙條件咧，就唔好逼住自己去種啦。活動牙都係一個好嘅選擇。當然咧，活動牙都有分普通嘅同埋個吸附性嘅。吸附性嘅都會比普通活動牙會吸緊少少，都唔會甩嘅。好啦，今期咧為大家講解就係咁多。有想了解口腔知識嘅朋友，可以喺下面評論區留言俾毛醫生。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